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8号，这一期咱们又得要聊潘东来。为什么聊潘东来呢？是因为潘东来他又上热搜了。这两天可能是年底，也可能是潘东来这流量不够了，所以玩命的上热搜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因为央视对潘东来进行了报道。央视下场，央视新闻说潘东来客流比5A 景区还多，为啥这么火？他说潘东来成了一个外地游客打卡点。今年11期间，河南许昌的潘东来超市共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比河南接待量最大的前5名5A 景区加起来还多，其中外地游客占比很大，甚至有新疆、内蒙古车在门口排队。这家超市有什么魅力？记者探访发现。大家看一看这个央视新闻频道它是怎么报道的，大家看视频那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许昌胖东来店的金汇广场的这家店。那么这家店可以说现在虽然是已经晚上8点多时间了，可以看到人气还是依然的非常的旺。那么收银台前也是顾客实在是非常的多，每天都超过5万人次。所以为了让员工得到充分的休息呢，那天日城店呢也是由原来的9点半关店，现在提前到8点就关店了，300万人次。那我解释一下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那么在11期间，河南全省它的5A 级景区前5家客流量最大的5A 景区接待的这个客流量会排起这个车辆的长队。在长队中呢，就会看到有离得比较近的外地的车牌，有比如山东、安徽的，但也有千里之外的，像广东。还有甚至可以看到新疆、内蒙的这个车牌，都开过来到胖东来进行购物体验。那么在天使城店这一家，它的外地游客占比这个甚至超过了85%。所以许昌本地人也开玩笑我们把这家店让给外地人来购物，我们到其他店里来进行购物。那胖东来为什么这么火呢？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店。当然也跟一些这个顾客采访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感受和情况，来跟大家再打折。您看这个鸡腿它这个上面标的既有9折又有8折。这个打折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些食品不新鲜了呢？所以很疑惑，就问了问这个服务员，他告诉我其实并不是代表这个食品不新鲜。那么这些肉类食品都是当天的最新鲜的。央视记者采访中许多顾客表示说，希望胖东来越做越好，也希望胖东来能带动整个零售业的改进和提升，为更多顾客提供优质服务和产品。关于胖东来，我聊的已经很多了，网友大家恐怕都很清楚，胖东来为什么这么火？答案央视已经给出来了。胖东来的客流比河南省接待量最大的前5名5A 级景区，大家想一想少林寺吧，对吧？想一想洛阳的什么龙门石窟。来一家，它可是个超市它不是景点它的客流比这5A 级的景区前5名加起来还多，大家就知道潘东来为什么生意火爆吧。潘东来已经是个现象级的，来潘东来的全是游客，慕名而来。这就是为什么潘东来他隔三差五要上热搜，他要营销自己，他要宣传。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强调潘东来作为一个地方企业，他这么搞流量没毛病，他搞了流量赚了钱，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地方也需要这样的企业也没毛病。他对员工好，给员工发工资高，给员工的这个待遇，给员工的这个劳动保障，这是他自己宣传的实际怎么样咱们先不评价，就是他宣传的对员工非常好，一年180天的假，高管去欧美度假，普通员工去日韩，这些都是他自己宣传的，没毛病。对自己员工好，员工感谢他，你看这都是正向的。潘东来的供应链，他的供应商也说潘东来好，这个也是真的好，你的合作伙伴喜欢你，从你这儿能赚到钱，这也是正向的。你看地方政府税收有了，所以你把它理解成它是个网点，它是个景点，那任何事情得有人买单你不是钱不能从天上掉吗？你看它整个的环节，包括那个房东，他那个商场租的，房东觉得好然后供应商觉得跟他合作赚钱，员工开心赚钱，待遇还好，潘东来的老板就是于东来自己还能赚钱，地方政府还有税收都好，那这一切的好谁买单？
游客买单呢？你游客你就当做你去了少林寺，你去龙门石窟，你不要门票钱吗？你去了潘东来没有门票钱，对吧？就是你通过买东西，他那东西可不便宜啊。为什么都是外地的人多呢？你也不能说他东西都贵啊，这个说法不对，就是他大部分商品它不便宜。不要说跟当地超市比，对吧？也不要说跟线上比，跟网上比，它跟当地超市比它都不便宜。但是它也有某些部分产品品类比当地超市还便宜，这样就显得它，你看也有很多当地人要去买，便宜啊，有些东西便宜啊，但是更多的是外地游客。所以啊，从现在看，潘东来没什么问题，他这么搞啊，就和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引流，为了引流，为了上热搜，为了上热门，为了大家看，他搞出一些惊悚的言论，这个就不对了。比如什么啊，潘东来老板心善，对吧？什么让利给员工，让利给供应商，这些那么回事吗？这个是在误导大家，对吧？你是一个流量现象级的，你是搞流量就搞流量，没毛病，对吧？你就像那个淄博一样，淄博烧烤人主打就是服务，让你消费者来了明码标价，不用担心受到欺诈，对吧？不用担心什么黑心商家，你不用担心遭到讹诈。消费者就是这个游客啊，到景点去消费，不就担心这个吗？吃一个虾38，最后一结账是38是一只，你那一盘子20只那就700多，对吧？你买个大龙虾，便宜60标价，结果你结账的时候60是1克，这种例子啊特别多，就是游客啊最担心到处被宰客，所以淄博才脱颖而出啊。淄博主打的就是服务，人家周六周日公务员都上班，都去执勤，对吧？你游客啊有任何问题一打电话，人家马上就来，就罚商家，他创造这么一个环境。潘东来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但是他偏要说他是什么啊？因为老板让利，你们那些开始超市倒闭啊，都是因为老板想赚钱，心黑，对吧？这种挑动劳资之间的矛盾，这个就过了，对吧？你这个超市到底靠什么赚钱，自己心里没数吗？他现在已经可以，对吧？跟一些这个机构啊，网上的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联商网，他们在开班，就给那些各地要死不活的那些超市老板上课，包括永辉，然后说去帮他调改，人家已经不靠卖东西赚钱了，靠资本赚钱，靠流量变现。正因为他是这种玩法，所以他没有办法复制啊。就像淄博烧烤，全国都有烧烤，但是你能把淄博烧烤复制一下吗？复制不了，对吧？你要说烧烤，新疆的、辽宁的，他们都有资格啊，比淄博烧烤做得好。那你要说烧烤，东北人就不服，但为什么淄博烧烤火呢？为什么淄博烧烤它也不能复制呢？全国到处复制啊，一个道理啊。麻辣烫也是啊，哪儿没有麻辣烫？为啥跑到天水去吃麻辣烫？超市也一样，哪儿没有超市啊？为什么全国啊300多万人11跑到潘东来超市？这是央视报道的。那为什么你潘东来超市不能全国复制呢？潘东来赚钱，对吧？成为一个现象，你不能胡乱宣传。一旦啊全国这个流量断了，大家厌倦了，他那个就是潘东来凋敝的时候，凋零了。潘东来他已经不是一个超市，他是个乌托邦。如果你还把它当一个超市来看，你显然已经错了。一个超市讲究是什么？讲究是供应链，讲究是复购率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是不是长期在你这买？显然他不是啊。一旦全国对潘东来这种兴趣减弱，已经没有人再去说我专门跑到许昌去看一看这个超市，对吧？但这些好奇的人呢，不信邪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就是潘东来衰落的时候。他连河南都走不出去，他连郑州都复制不了。潘东来不是没有复制过啊，他开过连锁，传黄了。为什么？既然这么好，对吧？你应该把这种好的服务送到首都啊，首都人民更需要，上海人民也需要，深圳人民不是买不起啊，为啥不去复制啊？有人就说了，是因为潘东来啊，对吧？那地方房租高，租金高啊，那地方竞争激烈，对吧？那地方有什么黑社会保护，总之各种理由啊，所以潘东来去不了。那你回头再看看这个开市客山姆会员店，怎么人家开得如火如荼啊？开市客山姆会员店啊，在中国他已经开了多少家了？现在好像攻城拔寨啊！我看这个山姆恐怕在国内有50家有了吧？人家可是会员店呢，就是你想去买东西，你先交280或者260的会员费，他都能复制。大家可以看一个视频啊。山姆超市是万万没想到呀，在中国卖点真货居然这么赚钱。每年260元的会员费，要持会员卡才能进入的山姆超市，人山人海，在中国一年狂赚800亿。为啥那么多人迷恋山姆超市，宁愿多花钱也要去？有网友说，普通超市的面包他家的狗都不吃，山姆的吃。他很好奇。另一位网友问，这个超市在哪儿啊？不管怎么贵，他都想买点零食，这钱比送到医院好呀。
你说这事儿奇不奇葩？咱们中国这么大，14亿人口，结果大家都想去一个外国人开的山姆超市购物，难道这些人都这么崇洋媚外吗？山姆会员店40多年前在美国发家，它现在也是沃尔玛旗下最大的会员制商店。它光靠260块钱的会员费，一年就能收300-400个亿，而且呢，它的会员续费率高达80%。你看咱们现在传统商超叫苦连天，生意都不好做，纷纷倒闭的时候，山姆还在扩张，而且每一次扩张新店都是人满为患。山姆超市今年国内预计增开21家，目前已经开了49家。这种在国外非常普通的超市，为啥在我们国内如此的火爆？大伙儿难道不觉得山姆超市的火爆就是在打全国开超市人的脸吗？这算是民族的耻辱了吧？偌大一个中国，除了胖东来，竟然没有一个超市能和山姆超市做对比。胖东来确实是一个让老百姓放心和信任的超市，但是目前也只有新乡和许昌的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也没有向全国扩张的想法，胖东来没能在中国遍地开花是我们的遗憾。我上海的朋友说，以前觉得去山姆的人就是装，自从食用油事件以后，就下决心必须要办个卡。而且他说山姆会员卡没觉得有多贵，至少比去医院便宜。喝其他超市的牛奶就拉肚子，山姆牛奶就没事儿。昨天又续费了会员，原来外国人只是想要我的钱，然而我的同胞呢，却还要我的命。这样一个进门还要买门票的超市，熙熙攘攘，这是多么讽刺啊！那些无脑吹胖东来的人，你最好能想一想，为什么胖东来他离不开河南，离不开许昌，而人家这个山姆会员店、开市客全国到处开，到处复制。人家山姆可没有宣传说我们就是让利啊，我们股东不赚钱，让利给员工。人家有那么多幺蛾子吗？凭实力说话，这是真正的凭服务。他上热搜吗？你对比一下，一个超市天天靠上热搜来引流，它本身就说明问题啊，不可持续，就不要谈复制了。它全国养不起10个胖东来这个超市，因为流量就那么大，你开5个，那相当于300万的这个人次啊，5个胖东来分，那每个胖东来都是吃不饱，而且还不好管理，它没有复制这个能力。全国各地那么多永辉超市都调改，还好多超市调改完了之后呢，还有后续报道吗？有很多自媒体还有媒体把胖东来这个捧为神造神，这就过了。一个不能推广不能复制的模式，一个靠流量来支撑的，对吧？你可以帮他宣传，你为地方经济做贡献，你可以，对吧？你把它当个景点没毛病，但是你千万不要误导大家。真正的搞零售的人，马云、刘强东这些人去了之后都一言不发，沉默不语，哎，就是那些不懂零售的人跳得高。门外汉不要紧的，你可以对比啊，对吧？你不懂不要紧，那你可以对比。你说都是开超市的，为什么胖东来他搞来搞去就在河南，人家山姆啥话也不说，全国开花，这是为什么呢？那开市客也到处开。实际上啊，山姆为什么火？我觉得它主要折射咱们当下其他的超市啊品控有问题。哎，胖东来在品控这一块肯定也下功夫，肯定比其他超市强得多。但是啊，胖东来它不能复制，根本原因就是它的性价比、它的成本控制、它的管理实际上跟不上的。他对供应链的管理恐怕照这个山姆啊都要差一级。大家为什么愿意去山姆买东西？不就是买的放心吗？价格也可以，他山姆的东西并不贵，就是性价比啊，然后东西真，食品人家配料表干净。其实山姆的很多供应链啊都是国内的，它的物品都是国内生产，那这些都供应商供给山姆的，哎，配料表就干净，供给国内那些超市那就乱七八糟的。这是为什么呢？还不就说明这个山姆人家把关把得严，人家一丝不苟，橘生淮南则为橘，深入淮北则为枳，对吧？同样的一个供应商，哎，往国内那些超市送的就是科技与狠活，往山姆送的那都是按你要求生产，一点都不敢含糊。大家仔细想想啊，胖东来他营销能力远远大于他的管理能力，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复制的原因。他的营销过了，吹得太厉害，全国人都跑去，对吧？那5A级景点他都不去，他跑到胖东来去看一看，跑那儿买东西。为什么说管理能力比那个营销能力要差呢？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复制啊，他没有办法控制成本，他没有办法扩大他的供应链。供应链的管理是很复杂的，对吧？你管几千个这个供货商啊，你每个品类你都管好啊，每一个商品，你说一个超市它的 SKU 都有多少种啊？这上万种啊，就是他卖的东西有上万种，每个商品每个条码你都要把它管好，都要让它达标，这个不是吹牛能吹出来的，所以他只能做小而美。最后再回到超市的本身啊，销售的本身，尤其是超市，大家想一想，什么人去超市啊？超市就是生活啊，对吧？你的日常生活用品，那最追求的就是复购，就是我这一年都在这个超市买东西，我是他的忠实用户。哎，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收人家会员费，因为我
一年都在这买东西，我交200块钱或者300的会员费，我愿意，甚至是会员费以后还可以退，那么因为这复购率高啊，我天天来啊，或者1周来一次啊，2周来一次。大家想象一下，胖东来如果收会员费敢吗？他一收会员费立马歇菜了。那对胖东来来说啊，对他的消费者来说，你要收会员费，那就相当于你收了门票，对吧？我这一来我就来这一回，我好不容易坐高铁来的，就来看一看，如果有合适的我就买点，结果你还收会员费，我下一次来不知道猴年马月了，甚至一辈子都不来了，你收会员费行吗？所以它就不是一个正经的超市啊。有没有听说过啊？有人坐着飞机坐着高铁，说专门去深圳或者去温州，去玩，去那个山姆超市买东西啊？不需要嘛，人家就是本地消费者，对吧？做的都是本地消费者的生意，所以它复购率高啊。胖东来做的是游客的生意，这两个能一样吗？所以说啊，那些胖东来的粉丝啊，你头脑冷静一下，你不能把胖东来当个超市，你把它当做一个景点，一个营销起来的这么一个乌托邦，对当地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啊，对消费者有什么意义？一个不能做大，一个不能复制，不能推广的，它只能是个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全国多少零售机构做零售的跑到胖东来去参观，去朝拜朝圣了，但是回去之后没有一个模仿的呢，因为你模仿不了，你没有流量，就这么简单。所以啊，这就是胖东来为什么每天都要上热搜的原因。一旦热搜停了，恐怕马上就要爆雷。最后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胖东来啊，它有它的优势，就是为当地经济做点贡献。一个凭空造的一个景点，当地是如获至宝啊。然后员工呢也有好处啊，他比当地工资要高，待遇也不错，虽然压力大，但许昌那个地方，你说一个清洁工一个月拿5000，那不少了，所以对职工来说也不错。但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混淆视线，不能倒因为果，更不应该挑起什么劳资对立。一旦这个流量没了，一旦全国的这个游客啊对胖东来不感兴趣了，你还能维持那么高的工资，还能一年180天的假，那我就佩服你。能不能接一个星期不上热搜试试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